各位老友記，唔知大家最近有冇發現喺香港食餐飯真係越嚟越火滾，唔係話心痛嗰幾十蚊，而係覺得自己好似俾人當水魚咁燙，直情係交緊智商稅。好多人話而家香港市道唔好，個個都北上深圳消費，搞到本地餐飲業入晒寒冬。但我今日真係要同大家拆解下呢場所謂嘅餐飲寒冬，到底係天災定係人禍？點解我哋寧願車費加時間咁上深圳食酸菜魚，都唔肯喺屋企樓下間冰室食個常餐？其實最核心嘅問題根本唔係大家唔愛講，而係有啲冰室、茶餐廳已經將我哋呢班街坊嘅信任消費到乾乾淨淨，用埋晒啲垃圾預製菜嚟呃錢。呢條爛賬今日一定要同大家算清楚。講真嗰句，以前香港餐飲業係我哋嘅驕傲，講究嘅係鑊氣，講究嘅係即叫即做。但你睇下而家，行入去一間裝修得靚靚地，自稱係老字號或者新派嘅冰室，個餐牌影到天花龍鳳，一個黑椒牛柳絲意粉賣你70幾蚊，加杯凍檸茶要多幾蚊，埋單差唔多90蚊。點知嘢食一上台，陣味怪到呢，牛柳絲係韌到好似擦膠咁，個汁鹹到苦，最攞命係成碟嘢完全冇鑊氣，暖吞吞咁。呢啲嘢食，明眼人一睇就知係嗰啲一包包嘅預製菜，入廚房撕開個包裝袋，微波爐叮兩叮，或者喺個大鑊度熱反熱就倒出嚟俾你。你話我用接近100蚊食一包，成本可能得幾蚊、10幾蚊嘅化學加工袋裝嘢食，呢啲唔係智商稅係乜嘢？好多老闆會同你呻，話租貴啊、人工貴啊、電費貴啊，所以先要咁做。我哋作為街坊，唔係唔理解經營成本高，但係你不能夠因為成本高，就將個產品質素降到連基本門檻都過唔到。你話租貴，你可以賣貴啲，如果嗰碟嘢真係師傅用心炒出嚟，有火候、有層次，我哋香港人係捨得俾錢嘅。但而家嘅問題係，你價錢就加咗，質素反而跌落谷底。你用預製菜，慳咗廚師人工，慳咗準備食材嘅時間，仲可以減少廚房空間。你慳埋咁多錢，有冇回饋返俾消費者？冇啊，你反而收得更貴，仲要限人坐30分鐘，杯水都唔肯俾多杯。大家有冇諗過，點解2024年到2026年呢幾年間，香港人北上消費嘅熱潮完全無減退過？甚至連啲阿公阿婆都識得用手機嗌車上去食飯？係因為深圳平咩？平只係其中一個因素，更重要嘅係人哋真係當你係客。人哋啲酸菜魚、椰子雞，就算係連鎖店，起碼係喺你面前生湯現煮，個味道係鮮嘅。反到香港，你食個魚香茄子，竟然食到一股化學防腐劑嘅味，茄子係死實實嘅，肉碎係無肉味嘅。當消費者發現我喺香港用3倍嘅價錢食緊一包工業化生產嘅化學餐，而人哋上面用1/3嘅價錢食緊有服務、有質素、即製嘅美食，你叫人點樣留港消費？我最唔中意聽啲人賴呢樣賴嗰樣，話咩港人唔支持本地經濟。老友記，我哋嘅錢都係辛辛苦苦賺返嚟㗎，唔係大風刮嚟。我哋支持本地經濟，前提係你要提供對等嘅價值。而家啲冰室真係將預製菜發揮到淋漓盡致。你試下去啲所謂嘅連鎖冰室食個早餐，嗰塊火腿、嗰條腸仔已經係最基本嘅嘢啦，但連個沙嗲牛肉麵個汁都可以稀到好似水咁，牛肉係用鬆肉粉醃到完全冇咗肉嘅紋理。最諷刺嘅係，呢啲鋪頭仲成日掛住香港味道嘅牌匾，呢啲簡直係侮辱咗香港味道呢4個字。以前嘅香港味道係講求快、靚、正，而家就只剩返個快字，質素同正宗已經飛到九霄雲外。預製菜呢樣嘢本身係為咗提高效率，喺一啲快餐店或者飯堂用係可以理解。但當你一間收緊高級餐廳價錢嘅冰室都全盤採用預製菜嘅時候，呢個行業就真係出咗大問題。好多街坊可能唔知，而家啲大型食品加工廠可以將幾百種餐飲菜式做成真空包裝，由叉燒、燒肉到咕嚕肉、咖喱牛腩，全部都可以工業化生產。
冰室老闆只需要請幾個根本唔識煮衫嘅操作員，將呢啲袋裝嘢倒出嚟意粉就得。咁樣做，一個月可以慳返好幾萬蚊嘅大廚人工。但問題係，預製菜為咗延長保質期，入面落咗幾多添加劑、幾多鹽分、幾多防腐劑。長期咁食法，除咗交智商稅，仲要賠埋健康。我聽過一個冰室老闆講，佢話而家香港人難服侍，話大家習慣咗深圳嗰種過渡服務。我聽到真係想笑，乜嘢叫過渡服務？人哋笑面迎人，有求必應，環境乾淨，呢啲叫基本服務水平。香港而家好多鋪頭係零服務甚至負服務，你行入去，個伙計黑口黑面，好似你欠佢錢咁，叫佢攞張紙巾，佢當你透明，食完想坐多陣吹下水，佢就拎把掃帚喺你腳邊掃嚟掃去暗示你走。如果再加上嗰碟食唔落口嘅預製菜，你話邊個仲會上嚟第二次？餐飲業係服務業，如果連最基本嘅尊重同質素都冇，就唔好怪街坊用腳投票。我哋再嚟睇下呢個北上熱潮嘅爛賬。好多傳媒報道話，2025年香港嘅餐飲倒閉潮係因為北上消費。但大家有冇諗過，點解係倒閉？係因為競爭。市場係公平嘅，當有一個更好、更平、更舒服嘅選擇出現喺你隔籬，如果你仲原地踏步，甚至退步，你必然會被淘汰。好多冰室老闆唔去檢討自己點解用預製菜呃錢，唔去檢討自己啲服務點解咁差，反而去求政府出咩消費券，或者叫市民體諒。老友記，體諒係雙向嘅，你體諒過我哋荷包未？你體諒過我哋想食餐好飯嘅心情未？有啲人會話，咁好多老牌茶餐廳都仲做得好好啊。冇錯，大家留意下，嗰啲仲排緊長龍，仲深受街坊歡迎嘅鋪頭，佢哋有乜共通點？佢哋通常都仲保留住個開放式廚房，你仲聽到師傅執鏟撞擊鐵鑊嘅聲，你仲見到師傅喺度切新鮮嘅叉燒，嗰種鑊氣係任何預製菜都模擬唔到嘅。香港人唔係唔肯消費，我哋係唔肯消費喺一啲無誠意，當我哋係傻仔嘅鋪頭上面。當你賣一碟乾炒牛河賣到85蚊，但入面啲牛肉係包裝嘢，芽菜係炒嘅，河粉係斷開一節節嘅，你叫人點樣支持你？我今日講咁多，係因為我真係好愛香港嘅飲食文化。我唔想見到幾十年後，香港嘅冰室、茶餐廳全部變晒做預製菜嘅分發站。如果連食呢樣嘢都失去咗靈魂，香港仲有乜嘢特色？我哋成日講要搞活旅遊業，如果你係遊客，你嚟到香港，滿懷期待入去一間冰室，結果食到一陣化學味，仲要俾人催住走，你會唔會介紹朋友嚟？你會唔會想再嚟？2026年嘅今日，我哋正面對緊一個轉型期。餐飲業嘅老闆們真係要清醒下，唔好再沉迷喺預製菜加高價呢種自殺式經營模式入面。你可以轉型，你可以精簡菜單，你甚至可以專注做返好幾樣招牌菜，但絕對唔可以失咗誠信。街坊嘅眼光係雪亮嘅，你用唔用預製菜，食落口第一啖就知。你呃得人一次，呃唔到第二次。其實留港消費唔係智商稅，留喺啲劣質鋪頭消費先係智商稅。我哋要做一個精明嘅消費者，遇到嗰啲用預製菜呃錢、服務態度極差嘅鋪頭，我哋就要大聲講唔好，唔好再做水魚。我哋應該去支持嗰啲仲用心做嘢、仲有火候、重視街坊為老友記嘅良心小店。唯有咁樣，香港嘅餐飲業先至有得救，先至可以喺面對北上競爭嘅時候企得返穩陣。好多老友記同我講，話而家去冰室食飯，最驚見到個菜單有幾百樣嘢。其實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信號。如果一間細細嘅冰室，又賣中菜，又賣西餐，又賣泰國菜，甚至仲有日本拉麵，你覺得佢廚房入面有幾多個大廚？佢點可能準備到咁多新鮮食材？答案只有一個，全部都係預製菜。呢啲叫百搭爛醬，老闆想通食，結果乜嘢都做得唔精，
乜嘢都係工廠味。我反而中意去嗰啲只賣幾樣嘢嘅鋪頭，譬如專門做牛腩粉嘅，或者專門做雲吞麵嘅，因為佢哋嘅資源同精神都專注喺嗰幾樣食材度，質素先有保證。大家亦要留意下啲價格陷阱，有啲冰室會搞咩抗通脹套餐，價錢看似好抵，但入面啲食材真係劣到你唔信。2026年人工物價都升晒，如果仲可以賣到30幾蚊一個午餐，你覺得佢會用乜嘢肉俾你食？係咪嗰啲過期邊角料加工成嘅肉餅？定係擺咗幾年嘅薑絲肉？我哋消費唔係一味求平，而係求物有所值。如果一嚿水食到真材實料，我俾得開心；如果30蚊食到一身病，我仲要倒貼醫藥費，咁就真係最大嘅智商稅。講到尾，點解冰室會變到咁？有一部分原因係因為資本化。而家好多冰室背後都係集團式經營，佢哋講求嘅係 KPI， 係利潤最大化。為咗對股東交代，佢哋會不計代價咁壓低成本。預製菜就係佢哋最好嘅工具。呢啲集團式冰室裝修到一式一樣，明就改到好懷舊，但其實完全冇人情味。佢哋將冰室變成咗一間工廠，我哋只係流水線上嘅其中一個環節。當餐飲變成咗純粹嘅金錢遊戲，質素就必然會被犧牲。我今日喺度唔係要針對邊一間鋪頭，我係想講出一個現象。我想各位街坊明白，我哋嘅每一張鈔票都係一張選票。你選擇去邊度食飯，就係選擇緊香港未來會有乜樣嘅餐飲文化。如果你繼續容忍呢啲預製菜爛醬，如果你繼續去嗰啲貼錢買難受嘅鋪頭，咁最終受苦嘅只會係我哋自己。大家有冇發現，以前我哋去冰室係為咗嗰份街坊情，老闆會認得你，知你飲茶走堂，知你食麵要硬啲。而家你只係一個編號，一個 QR code， 數碼點餐，機械人送餐，如果有嘅話，連同人溝通嘅機會都冇埋。如果你仲要俾個加一服務費，但全過程都冇服務過你，你話呢啲賬點算？所以我話北上熱潮真係唔係唯一原因，香港餐飲業內在嘅腐爛先係最致命嘅。2026年係一個分水嶺，我哋見到好多大集團嘅冰室相繼結業，但同時亦見到一啲有心嘅小店越做越旺。呢個就證明咗街坊係識貨嘅。我哋唔係要你賣到好平，我哋係要你做得好食。我想同嗰啲仲喺度堅持用新鮮食材、堅持自己炒嘢嘅師傅講聲多謝你哋，係你哋守住咗香港最後嘅一點尊嚴。而對於嗰啲一心只想用預製菜呃錢，想靠裝修同名氣嚟劏客嘅老闆，我只想講，你哋嘅時代已經完啦。各位老友記，下次出街食飯，記得擘大對眼睇清楚。如果見到碟嘢上台，個汁係結到好似膠水咁，啲肉係粉紅色但無肉味，碟嘢完全無熱氣，咁你就知中咗招啦。唔好忍氣吞聲，我哋可以揀唔去，可以喺網上反映事實。我哋要話俾市場聽，香港人係唔好蝦嘅，香港人嘅胃係唔會接受呢啲化學廢料嘅。呢場關於智商稅同預製菜嘅戰爭，其實係一場關於生活質素嘅保衛戰。我哋生活喺香港呢個節奏咁快、壓力咁大嘅地方，每日最開心地可能就係嗰3餐飯。如果連呢少少嘅位置都要俾人呃，咁做人仲有乜意思？所以我今日先至會咁火滾，先至要將呢啲爛賬攤出嚟同大家講。總之，唔好再盲目咁賴北上消費。人哋做得好係事實，我哋做得差亦都係事實。唯有正視問題，先可以解決問題。唔好再用預製菜嚟當係寶，唔好再當消費者係草。香港嘅餐飲業如果想重生，第一步就係要攞飯出誠意，由煮好一碗最簡單嘅沙嗲牛麵開始。我哋一班街坊要求其實好簡單，環境乾淨啲，伙計笑容多啲，最重要係嗰碟嘢要係人煮出嚟嘅，唔係工廠叮出嚟嘅。呢個要求過分咩？一啲都唔過分。
如果你連呢點都做唔到，咁你就唔好怨街坊唔留港消費，因為呢啲錢我哋情願拎去買車飛，去追求一份應有嘅尊重同美味。老友記，今日就同大家傾到呢度。呢條關於冰室預製菜嘅爛賬，相信大家心目中已經有一把尺。我哋生活喺呢個2026年嘅香港，雖然有好多挑戰，但只要我哋仲識得要求，仲識得揀，我哋就一定可以令呢個城市變得更好。記住，做個精明消費者，唔好再交智商稅。我哋下次再傾。